Hello， 大家好啊！風騷嘅時間啊，今日又係老作家時間啦啊！咁啊點啊？大家都之前有睇過我啲直播啦，有睇過我啲片啦，咁大家都知道啊，麗莎姐咁啊，佢就話去咗珠海嗰度啦，咁就去提告啦，係嘛？咁但係到最後都係即係彈下彈下咁樣啊，飲飲食食嗰啲就見到嗰啲片啊相啊就見到啦啊！咁但係實質咧，開會嗰啲相佢又唔攞出嚟嘅咁樣。咁啊最好笑咧就係即係有觀眾就話誒麗莎姐去邊度都係飲飲食食㗎啦咁樣。咁我嘅回覆係啊，我都盡量唔想用個黐字，係嘛？OK， 好啊嗱，咁啊今日啊講下呢個先。阿麗莎姐咧，即係有時我係覺得好，即係成日我都話㗎啦，即係有啲人咧呃人咧要呃得透自己先。嗱，麗莎姐俾個機會你演嘢 show 啲嘢出嚟 ，OK。咁啊，試完阿麗莎姐嗱，呢個只不過開頭點睛㗎咋嚇 ，OK。咁啊，佢 Facebook 出咗個 post，咁我費事 post 出嚟啦，係咪先？因版權收紅牌啊，仆街係咪？嗱，俾大家先笑一笑先嚇 ，OK。咁咧，咁啊2-3日前佢出咗個 post 啊，咁佢就話清晨4點，巴西對挪威，全人類一面倒，巴西贏，莊家咪要派彩派到著草，我投注挪威2-1，哈蘭德係人肉坦克車，相信佢都投注自己，笑一笑，世界真美妙。補充2026 7月6號30分，醒來一看收錢，我中又中，好運連連。哇！麗莎姐犀利喎，波你都啱喎，係嘛？我哋知道咧，你以前你又做過一啲投資咧，嗰啲金嗰啲咧原來真係估唔到你喎。投資你嘅投資運啊，賭注運嗰啲咁犀利嘅喎嚇，挪威2-1都俾你買中咗喎。喂，介唔介意分享下嚟睇下咁樣？嗱，我係八卦嘅啫啊。唔係全心攞呢樣嘢嚟笑你嘅，分享下你嘅喜悅啊嘛，係咪？係嘛？咁佢有貼張相嘅，不過嗰張相咧就係啲紅酒嚟嘅，咁啊又係講嗰句啦，係咪？即係商品同説明永遠都不符嘅，咁呢個從來都係麗莎姐性格嚟㗎啦，啱唔啱先？好啦，今次呢條片咧，我係重點咧去睇一睇咧阿麗莎姐過往嘅歷史啊，咁咧嗱我相信啦嗱。呢個人我係真係不認識嘅，講重要事情講3次。呢個人我不認識，呢個人我不認識，義德台養我係不認識佢嘅。OK， 好啦。但係我最近睇到佢呢一篇文，哎呀，我真係咧恍然大悟啊！我先知道原來阿麗莎係一個商業奇才。嗱，本身我認為我自己做生意咧都唔算差㗎啦嚇。OK， 因為衰過啊嘛，咁衰過之後先知道。先學到嘢嘅係咪？好啦，咁但係咧，我睇完呢位義德台養先生咧，佢嗰個 Facebook 呢篇文章咧，我先知道原來麗莎姐就真係人中之鳳啦！OK， 咁睇睇啦。咁呢個義德台養先生OK， 原來佢係芒向編輯部嘅主持嚟嘅，仲要係網誌作家阿老作家就成日好唔抵得呢一點，就成日都喺度講義德台養係啲咩自稱作家咁樣。咁網誌作家呢一個 item 咧係 Facebook 嘅 setting 嚟嘅，我唔係好明，即係咁着意做咩咧？係咪先 ？Anyway 啦嚇，好啦，咁同大家講喎，有少少長嘅嚇。咁做節目咁耐咧，慢慢養成咗一個習慣，就係將一個人講過嘅嘢、做過嘅事，按時間順序排列。因為真相咧唔係靠把口講，係靠時間證明嘅。以下咧係一份人物檔案，主角咧就叫余曉燕。2001年3張空頭支票呢個 chapter 就係2001年啦。呢一年余曉燕49歲，佢嘅身份係投資顧問公司女董事。案情好簡單，呢個公司叫做君來集團。前董事總經理戴志華，我有聽過呢個名啊，我有聽過呢個名啊。阿發嫂話俾我知㗎，阿麗莎姐透過余曉燕嘅顧問公司，咁準備向內蒙古一間鋼鐵廠咧融資500萬美元，即係3500，即係幾多？你當啦，4000萬港元啦嚇。OK， 咁戴志華就借出咗5萬美元，即係39萬港幣啦嚇，作為安排費。後來融資計劃告吹，咁戴志華就要求退還呢一筆錢。咁余曉燕點做咧？代咗呢39萬港幣咯。佢喺1個月內連續開出3張空頭支票，第一張用公司名義彈咗，理由係咩咧？唔知，可能佢話未入錢啩咁。跟住就話唔緊要啦，係轉數好煩㗎，用我私人名義開俾你啦。第二張又彈，第三張
再用私人名義再開，好奇怪啊！唔知點解嗰張支票過唔到數啦，真係好得意啦，好搞笑啊，係嘛？休單，而且呢張支票咧嘅銀行戶口咧，佢仲叻女喎嚇，早喺1年前咧就已經取消咗㗎啦。咁但係佢仲 keep 住嗰本支票簿，咁嗰本支票簿咧佢攞嚟開支票俾人，即係除非阿麗莎姐係真係百鳩幾本支票簿嘅啫，即係如果唔係，我係唔理解到底點解佢會搞錯啊！一個聲稱自己戶口有300幾萬現金嘅人啊，連續開3張空頭支票，其中一張嘅戶口根本唔存在，呢個唔係唔知點解過唔到數，呢個絕對係蓄意詐騙。戴志華然後報警，余曉燕就離開香港啦。2年之後，2003年嘅3月，咁咧阿余曉燕咧就從內地翻港嗰陣咧，咁啊諗住，喂，過咗2年應該冇事啊嘛，係咪先？點知一翻嚟香港咧就被捕啦。咁啊，2005年咧就判囚8個月。好啦，2005年3月，九龍城裁判法院余曉燕承認一項欺詐罪，被判入獄8個月。裁判官嘅判詞咧相當直接啊，被告係明知戶口已經取消咗，仲要開出支票，係嚴重罪行嚟嘅。咁啊，辯方求情嘅時候咧，咁就講咗咧，就話余曉燕嘅背景啊，原來係咁啊，1983年就嚟香港，1995年就離婚。嗱，佢冇講幾時結㗎，你哋記住啊嚇 ，OK。咁啊，育有1對仔女，澳門東亞大學畢業，從事金融顧問工作。喂，呢個背景咧，同佢後來所聲稱嘅新加坡電視台主持人完全不同啊！2005年嘅法庭文件啊，話佢係金融顧問，但係從來冇提過新加坡電視台。原來新加坡電視台呢一個人設係後嚟先加上去嘅。嗱，呢個新加坡電視台主持人咧，我見到咧，阿麗莎姐咧係不斷喺佢個 Facebook 嗰度咧消費呢一個人設㗎嚇。好啦，2007年嗰陣咧，佢就認坐過監啦。OK。好啦，嗱，2年後啊，咁啊《蘋果日報》嘅記者，就訪問余曉燕，咁啊記者就問佢關於坐監嘅事啦。咁啊麗莎姐嘅回應相當直接，佢就我係坐過監啊。然後佢補咗一句，當年係誤會，我冇呃人。佢嘅解釋係，當年自己戶口係有300幾萬現金喺度嘅，不過唔知點解過唔到數。300幾萬現金喺戶口，但係連續開3張空頭支票，其中一個嘅戶口仲要喺1年幾前就已經取消咗。如果真係有300幾萬，點解要取消戶口呢？點解唔用嗰300萬找數呢？點解要離開香港2年呢？呢啲問題咧，佢從來都冇答過嘅。但係呢篇訪問最精彩嘅部分咧，唔係佢點樣解釋坐監，而係佢點樣向記者展示佢自己嘅財富。余麗莎咧，為咗證明佢伯爺留低嘅唔少藝術珍品咧，喺家中求其就打開一個木箱，取出咗一對對聯就俾記者睇。嗱，呢張咧就係清朝畫法家王振嘅作品，值10幾萬嘅啫咁樣。咁佢又展示咗唔少嘅文件，去證明自己喺澳門咧就有幾幅地皮，喺澳洲咧又有唔少物業。哎喲，身家豐厚，唔會為金錢利益咧而去作古仔誣告別人。一個被判欺詐罪成，啱啱坐完監出嚟嘅人，急不及待向記者展示清朝書法、澳門地皮、澳洲物業呢個畫面，同10幾年後佢喺直播度話自己拍過1600部電影，寫過13本暢銷小說，係咪好似咧？由清朝書法到1600部電影，由澳門地皮到暢銷小說，道具換咗，不過劇本從來冇變過。好啦，2009年啦，阿老作家就犀利啦。呢一年咧，余曉燕咧第一次咧用女作家嘅身份登上報紙，唔係因為佢嘅文學成就而係因為佢俾警察告。咁《太陽報》嘅標題就寫住咁嘅，老作家唔係，佢嗰陣仲叫後生少少，女作家。咁涉咧用畫泥機去拆人間屋，真係好癲。案情就話佢帶人畫泥機拆咗一對母子嘅住所，佢嘅解釋係奪回家園。用畫泥機拆人間屋叫奪回家園，呢個邏輯同佢當年話戶口有300幾萬，但係唔知點解開空頭支票如出一轍。最後佢甩咗罪嘅，唔係因為佢冇拆，佢真係拆咗嘅，
而係法庭覺得證據不足。OK， 呢度我講一講啦，300幾萬，但係唔知點解過唔到數。認真講，小弟見人都唔少，識嘅人都唔少。OK， 有錢嘅冇錢嘅，小弟都識過嘅。我係從來未見過一個人戶口有300幾萬，唔好講話300萬啦，只要係7位數字啫。我係未見過一個人佢戶口真真正正有7位數字，而佢係會講得出呢一句咁無稽嘅一個反應。OK， 戶口有7位數字嘅人，嗰個理財嘅能力，嗰個對數字嘅觸覺，嗰個對銀行嘅手續嘅敏感，銀行唔知點解過唔到數，你真係搞笑，真係，係咪？好啦，2018年啦，至到2024年啦，電影大亨同埋元朗大宅。呢段時期咧，咁余曉燕咧就開始建構佢嘅電影大亨人設啦。咁佢話自己咧開電影公司嘅，叫做學者影業。咁佢話呢間公司咧拍咗1600部華語電影，《大話西遊》、《烈火戰車》、《阿飛正傳》，總之邊套紅咧，佢都係話自己有份嘅。但係從來咧就冇人見過佢嘅電影海報上有佢個名。咁佢仲話自己咧就寫咗13本暢銷小說，咩小說啊？至今無從稽考啦。咁佢話咧自己以前係新加坡電視台主持人，但係如果你問佢邊個台啊，叫咩節目啊咁樣，佢就會話：你都唔識嘢嘅咁樣。同阿肥龍咁熟嘅，兩個手風都係一樣噶喎，係嘛？如果有人問張念係咪真㗎？仆街啊！你講乜嘢啊？你做乜質疑張念係咪真㗎？總言之，我哋就係見到佢啦，嘢文件我哋都簽咗㗎啦，係嘛？到呢個發佈會之後啦，喂嚟緊啊，鋪天蓋地啊，嗰啲嘅文章啊，將會就出嚟㗎啦咁樣。咁有人話：咦，都隔咗1個禮拜咯，仲未見到嘅？係啊，我哋俾人抹黑得好慘啊！你知唔知啊？係嘛？所以搞到嗰啲文章咧都出唔到嚟啊，咁樣。咁好啦，哎呀，係咪如出一轍啊？與此同時，所以佢兩個點解咁 friend 係有得解嘅。與此同時啊，佢嘅現實世界情況係咁嘅。嗱，2018年啦，咁佢就簽約租住咗元朗新潭路一個物業，月租29000，然後佢從來冇交過租嘅。咦，同潘生都好似喎，係嘛？係1毫子都冇添。潘生啊，潘焯鴻先生啊。大家記唔記得啊？潘焯鴻啊，我諗應該都係香港開埠以嚟啊第一個啊，係俾翻自己租嗰個物，即係俾翻自己嗰個租物業嗰個場地咧，即係九龍城廣場咧，去拍片擺上網噶，即係冇交租係惡到咁樣嘅地步啊，係衰到咧九龍城廣場都頂佢唔順啊，要拍低條片，跟住然之後幫佢 share 出去，話俾冚世界聽呢條 P 機唔交租啊！咁好啦，2018年到2024年啦，6年啦，業主告上法庭，佢嘅抗辯理由就係話份租約係假噶，咁法官話佢份狀詞咧混亂不堪，叫人難以理解。咁佢仲提出咗一個天才方程式喎，咁佢就話咧租金等於公司股權價值嘅0.5%。咁法官就話喂，呢個講法係完全缺乏商業常理嘅，同埋喺本質上已經係不可能。咁咧，阿麗莎姐仲犀利嚇，反告翻個業主，要求賠償456萬啊！咁結果全部被取消啦。咁區域法院咧就判佢敗訴，阿麗莎姐就唔服，上訴被拒，再上訴到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哇！咁林雲浩法官咧同埋吳家輝法官咧聯席裁定啊，你嘅上訴係完全缺乏理據，冇任何機會得直，仲加多一句添，你連口頭聆訊嘅機會啊都唔值得有啊！判案書最尾一行咧就係話被告人冇律師代表嘅。犀利喎，完全係白手套嘅行為啊吓。OK， 乜嘢都唔使，律師都唔使請。總言之，我就係要做嘢啊。一個聲稱自己拍過1600部電影，寫過13本小說，做過電視台主持人，喺澳門有地皮，澳洲有物業嘅電影大亨，喺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居然係冇一個律師肯代表佢。你咁寫就衰啲，唔好話係咪唔好話律師肯唔肯代表佢啊？可能佢根本就冇錢揾咧，係咪先？好啦，呢一年啊，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法院發布咗一份判決書，被告余曉燕、劉火榮。嗱，麗莎姐呢單嘢我幫你嘅，我就上網揾過嘅。余曉燕咧呢個世界上咧可以好多個嘅，劉火榮咧都係好多個嘅，不過確實就唔係好知點解當日你就咁激動。一嘢就衝出嚟，然之後就話劉火榮咧就一定係劉鑾雄嘅老豆，
余曉燕咧就一定係你，跟住又話兩個人冇可能結婚，成，咁判決書又冇講到佢哋係結婚嘅，係嘛？我查咗呢一個網站又冇講過佢哋嗰啲嘅關係嘅，咁就唔知點解你就會係講到話佢哋係結婚，咁即係證明你查咗一啲嘢啦。咁點解你咁緊張咁急去查咗嘢咧？我上次嗰個直播講咗㗎啦 ，OK。咁啊，佢同一個叫劉火榮嘅男人咧，就以夫妻名義喺珠海聯名買樓，向工商銀行咧按揭借貸，供下就冇供銀行追數，法院判決就叫佢還錢，本金68萬，要加利息、罰息同埋福利，名下珠海物業咧被查封。咁啊，佢即係余曉燕啦嚇，睇完我哋引用呢一份公開文件之後咧，大發雷霆，就話咧偽造法院公告，話要去呢個珠海報警。咁啊，但係咧，佢喺同一篇文入邊咧，不經意自爆咗一句，以夫妻名義買房，欠下供樓款。嗱，確實啦，我都可以印證嘅，可以做證嘅。判決書真係冇寫過呢兩樣嘢，即係阿麗莎姐咧，就盛怒之下咧，就唔知點解爆咗出嚟嚇。好啦，咁啊，轉眼到2026年嘅7月啦，咁啊，余曉燕咧又發咗一篇文啊，就話自己咧同律師前往珠海香洲區人民法院啊，調閱文件之後咧，順道拜訪院長同審判長，唔知係邊間院嘅院長啦嚇。咁啊，冇相冇片冇報案回執，乜都冇。咁佢引用咗10幾條法例條文，係啊，嗱呢度我都有睇，其實好癲嘅，全部都係唔知佢啱乜 Q 嘅，佢係完全幻想出嚟。但係咧一樣嘢從來都冇出現過啊，任何一張法院嘅立案通知書。咁佢仲話有人勒索佢6000萬港元，喺呢度直播咧，麗莎姐有提及過嘅。我聽完之後我都打咗個突，邊個勒索你話？呢個數字咧突然之間爆出嚟，70萬嘅銀行欠債突然之間變成6000萬嘅勒索指控，級數跳咗85倍，由39萬空頭支票到69.6萬欠租，到70萬嘅銀行貸款，再到6000萬嘅勒索指控，佢嘅人生數字係不斷膨脹，但真相永遠都係同一款，得個講字。OK， 嗱呢啲就佢嘅一個總結啦嚇。OK， 咁啊結語係咩咧？結語就係余曉燕由2001年到2026年25年啦，呢25年嚟佢開空頭支票、拆屋、欠人租、斷供。佢話自己係金融顧問、女作家、電影大亨、電視台主持人。佢向記者展示清朝書法、澳門地皮、澳洲物業，向觀眾展示1600部電影、13本唱片小說。但係25年嚟有一樣嘢係從來冇變過嘅，無論係39萬嘅空頭支票，定係69.6萬欠租，定係70萬銀行貸款，佢從來都唔找數。嗱，呢句唔係我講噶，係義德台樣講噶啦。所以麗莎姐千祈唔好話我屈你啊 ，OK？ 無論你問佢任何一條問題，佢嘅答案永遠係你都唔識嘢。我有證據，但係未係時候拎出嚟咯。我會去法院提告咁樣。跟住然之後嗰樣嘢明明係攞唔到出嚟咧，佢就會同你講攤在陽光下。係喎，點解麗莎姐最近好似冇乜點講呢一句攤在陽光下嘅？係咪唔記得咗啊？你知人設成日都變嘅人咧，有好多時候有啲説話就係唔記得咗嘅。提翻你要講翻㗎啦，麗莎姐。如果唔係你人設咧，你唔夠統一咧，啲人大家咧，我哋即係捉你唔住啊咁樣。25年啦，3張空頭支票，一間拆咗嘅屋，6年冇交租，一層斷供嘅珠海樓，無數次嘅我會報警，我會提高1%，法院見得屌咁樣。而每一次咧結局都係一樣，得個講字。呢個就係檔案嘅最後一頁，暫時猜過你啊，義德台樣。你意思即係咩啊？即係話麗莎姐到訂啦係嘛？暫時咋，肯定仲有好多嘢，肯定仲有好多嘢啊！我話俾你聽啊，我仲要再睇埋阿肥龍，佢同阿肥龍咩結局先得噶嘛？係咪？你咁早下定論喎，大佬，你唔好吸佢印住啊，未吸得噶，遲啲先啦，係咪？以佢嘅往績，檔案應該仲有下集，你話係咪？係嘛？呢個係咪好笑？所以嗱，呢個就係義德台樣嘅呢一個 post， 即係我見到之後，我覺得哇，原來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啊！呢個麗莎姐唔係商業奇才係咩啊？係咪先？即係一個自稱戶口擁有300萬現金嘅人，係嘛？對嗰個銀行啊、支票啊嗰種嘅説法嘅凌亂啊，係嘛？唔好玩啊！又話自己幾叻，係咪先？咁啊，所以咧，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啊。講咗麗莎姐啊，幾犀利係咪？咁啊，仲會唔會再講佢咧？睇下大家想唔想啦。想嘅話，不妨記得喺留言區嗰度留低啦，係嘛？OK 啊，
都有一樣嘢可以講嘅，不過咧下條片同大家講。咁啊，我見到咧即係有一啲網友啦，好少嘅好少，就留言就話：喂，你係咪欺凌緊啊麗莎姐啊？係嘛？你係咪欺負女性啊？咁樣哇，係幾有趣喎呢個 topic 係嘛？我實會回應嘅啊，放心。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拜。